另外一个无奈的消息，一飞行机故障袂当坐，就要搁家己去找饭店过暝。昨暝有一台立营航空金门要飞到台中这个班机呢，因为这个油量的指示灯故障，70个这个人客被通知讲都要落飞行机，同时要家己找地方地所在去住。这规暝无物件通食，当然的生气，伫当场就表示抗议。对了，这个代志，立营航空表示讲真失礼，不过一切拢是依照契约伫处理。一群人伫机场起甲化讲要转去，因为飞行机故障，互因无法度转去，毋奈家己想办法过暝。航空公司搁干那赔因一管8部门。这架立营航空金门往台中被78966班机原本昨暗时7点30分起飞，毋过因为油顶发生机械故障，飞行机2摆来回跑道，犹原无法度顺利起飞，一直到暗时10点左右，旅客才通知班机取消。毋过旅客搁较无法度接受的是立营航空的处理态度。本来就应该要负起，把客人接驳到饭店，把他安顿好，然后明天再把客人送到机场来搭机嘛。今天是你飞机不能飞，然后也不是气候，也不是因为班机取消，那你至少要表现出就是要赔偿态度。这么生气嘛，毋是无原因的，因为有旅客来时阵，就拄着班机去前着，想要到飞店，搁出状况。3天前来的时候是9点55分的班机，结果它也是飞机异常，然后一直延到我们11点多才上飞机。面对旅客怨叹，立营航空嘛赶紧回息嘞。我们还是依照那个定型化契约的一个那个规范啊，有照一些那个 SOP 在做，所以对旅客的话，我们也是深感抱歉啊。虽然有回息嘞，不过我讲一切拢是照规定来行，一直等到今仔日透早9点10分的班机，旅客才转去。不过这种坐飞行机的体验已经让消费者真生气，出门佚佗的好心情嘛拢红破坏了了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